当节目开始进前，有一个真实用的小撇步，甲大家讲：你真会当看到荧幕下面有一个信息窗口，有一个留言连结，请你着5星评价。那如果你听完超级介意，你嘛会当互我抖内，请我食一顿碗粿。所会讲的，从 Podcast。台湾人讲的《聊斋》，有争议的妖狐鬼怪，所会讲，互你了解。本节目由松 Podcast 独立制作，第9卷第23篇《药神》。当这灵遐有一个人，伊有一日当一间庙外面拄着一名游历细远的和尚啦。即名和尚伊对着日头当遐咧掠沙帽伊的拐仔顶悬挂着一个葫芦啦，看起来假仙安尼啦敢若是一个媚荷的款安尼啦。所以即个人煞半滚生笑咧甲问开嘴甲问讲，一个和尚也咧卖房间内底药仔吗？这和尚就讲，有。这能力歹会当随变强，细会当变大的，这粉鸟会当变大叶，而且这无副作用呢。这阿那达袂看做阿免塔，毋免过暝，立即有效。这药效较赢是比纸意思开机紧毋免开时间这人足欢喜的连面就讲，我要买，哇！即个和尚连面就甲偷开伊即个三角即固耳孔起来暗地安尼啦，固耳孔，摕出一个药丸像米粒遐尼大，就随着互即个人吞落安尼啦。过无5分钟啦，即个人连面感觉，伊这下身咧发呢，过无偌久，家己懵一下，这比原本大1/3哇！这个人心内阁未满足呢看这和尚起来要变数连面甲偷摕2-3粒药丸再一棍头做伙甲吞落去啦。哇！无偌久伊就感觉这皮肤强要裂开，这筋骨敢若袂舒服抽出来，颔棍揪起来，脚趾片稳固毋过伊这下身发甲无臭无潲呢。哎哟，救人伊惊甲要死啦！毋过就无办法这和尚转来看到伊即个形哇！着惊着讲，你是毋是偷食我的药这个和尚为着要救即个人互即个人又搁食另外一种药而且感觉讲伊这下身无可法啦。后尾偷开了这衫裤，家己一看，哎哟救人！迄物件长甲像骹腿安尼啦，变做第3条腿安尼，而且揪着颔棍一摆100啦，100啦，安尼转到厝内底啦。因这爸母拢袂认咧伊呢。自从安尼了，伊就变成了怪物，逐工就倒动迄架仔顶，足侪人拢看过伊。